有誰信呢？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？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，像根出於乾地。他無佳形美容，使我們注視他；也無美貌，使我們仰慕他。他被藐視，被人厭棄，多受痛苦，常經憂患。他被藐視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，我們也不尊重他。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，背負我們的痛苦，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，是被神擊打苦待。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。因他受的懲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。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。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，使他受苦。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，他必看見後裔，他的年日必延長久。耶和華所喜悅的事，必在他手中亨通。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是家的爱，何等奇妙！
至高偉大嘅主，我哋稱頌你，因為陸地海洋呢一切都係由你所做嘅。感謝你藉住你嘅創造，讓到我哋看到你嘅權能同埋偉大。我哋又感謝你按你嘅形象去創造我哋，看我哋為尊貴。縱使我哋犯罪得罪你，你仍然主動嚟尋找我哋，救贖我哋，顯明你莫大嘅恩典同埋憐憫，讓到我哋能夠體會你長闊高深嘅愛。然而，因為始早犯罪，令到罪進入咗世界，破壞咗你嘅美好。因為一次犯罪，我哋眾人都被定罪，因一人嘅悖逆，眾人都成為罪人。罪嘅工價本是死，但係你卻因為愛我哋，甚至願意差派你嘅愛子耶穌基督嚟到我哋當中。佢甘願降卑，從天上嚟到世間，經歷人間嘅疾苦，經歷痛苦掙扎。佢為咗拯救我哋，願意順服神你嘅旨意，被釘喺十字架上，承擔我哋一切嘅刑罰同埋罪，仲有咒詛。今天晚上，求你帶領我哋一同去思想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哋所受嘅苦，幫助我哋更深咁樣體會佢嘅愛，教我哋明白我哋嘅生命唔再係屬於自己，乃係屬於主。求你垂聽，禱告交託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長留着平安恩典。